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我们今天要来进入《使徒行传》第11天的共读。今天早上要请凯安长老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上帝，我们谢谢你，在清晨你召集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用你的话语来开启我们的新的一天。求主这个时候，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来带领我们。无论我们是在空中的各个角落，主你都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借着主你的话语，能够明白主你话语中的真理，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帮助。我们在开始之前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阿们，谢谢。我们昨天一口气读完了6章和7章。那在昨天的经文当中，看到有一群在自由人的会堂，来自四面各地，和司提反来辩论。那甚至2人先告状，把司提反告到公会里面去，甚至还用假见证来陷害司提反。那控告司提反就是在圣殿还有在律法上面都没有遵守这个议会公会。那司提反的答辩是讲到在有律法以前，那更重要的是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就是要在迦南，上帝所应许的迦南，那这迦南也象征着上帝所应许的国度。那另外就是关于在律法之后，那摩西颁布律法，那要看出的不是只有律法这套律法，而是上帝对以色列人的拯救。那司提反总共搬出了9个人，那来看见上帝在行更重要的事情的拯救，怎么样从苦难当中救出来。那最后司提反也反控说，整个圣殿已经被毁坏，所谓毁坏就是圣殿的存在，把上帝关在圣殿当中，假上帝之名，来行个人之实。那律法被破坏，圣殿被毁坏。那当然司提反这样的反控对他们来讲是没有办法接受，当下就被用这个极刑，用石头来砸死。但司提反仍然为这一群人来祷告。那你看见司提反他所看见的异象，人子站在天父的右边。那么今天要继续从司提反的事件来看教会受到的影响迫害程度非常的大，但是这也是在耶稣升天前所预告的福音要从耶路撒冷传出去。那我们来读今天这段经文，请看长老带我们来读8章的1节到25节。杀害司提反这件事，扫罗是赞同的。从那一天开始，耶路撒冷的教会遭受极残酷的迫害。使徒以外，所有的信徒都分散到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地区去。有些虔诚的人把司提反埋葬了，并且为他大声哀哭。这时候，扫罗进行摧残教会的工作，他挨家挨户搜捕男女信徒，把他们关进牢里。那些分散的信徒到各地传福音，腓利到撒玛利亚去，向当地的人宣讲基督的事。群众都聚精会神地听腓利所说的话，他们一边听一边观看他所行的神迹。有许多人被污灵附着，那些污灵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跛脚的也都获得医治。撒玛利亚城里充满着喜乐。有一个人名叫西门，他的邪术曾经在撒玛利亚居民中造成轰动，他也自以为了不起。城里各阶层的人都留心听他的话，大家说这个人有上帝的能力，是大能者。因为他长久用邪术迷惑他们，所以他们听从他。但是当他们信了腓利所传关于上帝主权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时，男男女女都接受了洗礼。西门自己也相信了，他受洗后常常跟腓利在一起，看见腓利所行的大异能和神迹，觉得很惊奇。
在耶路撒冷的使徒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上帝的信息，就派彼得和约翰到他们那里去。两人一到，就替信徒们祷告，要使他们领受圣灵，因为当时圣灵还没有临到他们当中的任何人，他们只是奉主耶稣的名接受洗礼。于是彼得和约翰给他们按手，他们就领受了圣灵。西门看见使徒所按手的人都领受了圣灵，就拿钱给使徒，说：请把这能力也给我，使我替谁按手，谁就领受圣灵。彼得却对他说：你跟你的金钱一起灭亡吧！你居然妄想能够用钱买上帝的恩赐。你在我们的工作上没有份，因为在上帝面前你的心术不正，所以你要悔改，离弃邪恶，祈求主赦免你心中这种意念。我看出你正在啃着极度的苦果，做罪的囚徒。西门对彼得和约翰说：请你们为我向主祈求，使你们所说的这事不至于发生在我身上。彼得和约翰在那里做了见证，宣讲主的信息，然后回耶路撒冷去。归途中，他们在撒玛利亚的许多村镇传福音。好，谢谢。那我们已经进入到使徒行传的第二段哦，那就是讲到第一段讲到教会的建立，是整个在耶路撒冷的见证。那第二段讲到教会的分散，就是在犹太和撒玛利亚的见证。那第8章的4到40节可以说是腓利行传。那后天要读到的9章是扫罗行传。那在这个耶稣在1章8节说领受上头来的能力，就要从耶路撒冷、犹太、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做主的见证。那也都在主耶稣所预告的当中，圣灵的同在来进行。所以当圣灵与他们同在，也让使徒们觉得好像耶稣就与他们同在一样。他们并没有觉得耶稣好像离开他们，或是耶稣不在他们身边。那司提反被迫害之后，那这里提到了扫罗，因为扫罗就是他的出场是司提反被迫害的时候，那他们将把这些做见证人的衣裳放在扫罗的脚前了。好，那这些做见证的人呢，就是做假见证的人。那他们为什么把衣裳放在扫罗的脚前？好，那可能他们可能是要撕裂衣服，脱下衣服，然后要用石头来打死司提反这样的动作。好，那所以这些脱下的衣服呢，都在扫罗。好，所以扫罗就算他没有拿石头，但是在这里8章1节讲到杀害司提反事件，扫罗是赞同的。好，那赞同，那并不是说要扫罗赞同才可以杀害司提反，而是扫罗本身他的立场就跟这一群利百地拿就是自由人会堂的人是一致的。那但是这样子的迫害呢，已经白热化，从台面下之前公会议会在审判彼得和约翰的时候，为什么奉谁的名，靠什么能力来医治这个瘸腿的，那就已经威吓他们，恐吓他们，还把他们关了1个晚上。那现在呢，直接不演了，就直接来用石头来打死，处死这个司提反。那在这一天开始，耶路撒冷教会就受到极残酷的迫害。那这个除了使徒以外，所以这里有提到说，这使徒可能包括12使徒或是几位使徒，那其他所有的基督徒呢就分散了。本来从第2章、第4章那开始的这一些的凡物公用，这个教会团契的初代教会的美好生活，就到这里就告一段落，就被迫必须不能够再聚在耶路撒冷，因为毕竟人太多了。那
这里讲到他们出去呢，好，这群出去的从耶路撒冷教会几3000、5000，好受洗得救，天天有得救的人，好，那这群人往哪里去呢？主要就是往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啊，好，因为这是耶路撒冷的周围的周围啊，东西南北。那这个地图让我们知道，撒玛利亚人好，这祖先呢其实就是北国的以色列人。那北国以色列呢，从第6个皇帝暗利，他就开始在撒玛利亚建首都，好，一直到何西亚，好，那整个亚述帝国来侵占北国以色列，好，所以撒玛利亚有非常长的时间，大概不到200年，好，一直是担任北国的首都啊，好，那所以那时候暗利就在这里设了撒玛利亚城。那这个当亚述呢打败北国以色列的时候呢，他们把北国以色列人就掳走，掳到亚述帝国的各个省里面去，但是他们也把亚述帝国各个省里面的人呢移民进来，所以他们做了一个就是政策，就是来扫荡这整个北国以色列，不让犹太人他们聚集，那把他们分散，然后再把外人移进来北国，所以不管是留下来的在撒玛利亚城，留在这个以色列境内的，他们就成了被迫必须要通婚，要混种，必须要跟其他异族生活，那用政治的方式。那因为也是这样子，以至于呢这个撒玛利亚和南国犹大呢，几乎关系更薄弱。好，那少数呢还在以色列撒玛利亚境内的呢，他们对于上帝的敬拜，好，虽然整个北国有19个王都是坏王，都不是上帝看为正的、看为好的王，但是这在以色列当中仍然还是有敬畏上帝，好像有北国的先知，好，还是少数极少数。那他们呢在撒玛利亚的以色列这个亚述的政策当中他们依然以撒玛利亚城为中心，好，有一个撒玛利亚地区。所以到了新约的时候，南国也灭亡之后，这个北边的加利利是耶稣出生活动的范围。那来到了南边的犹大，就是犹大国、犹太人、犹大支派。好，那耶路撒冷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好，那撒玛利亚城呢？好，那比较重要，他们敬拜的地方就是有以巴路山和基利心山，在这当中有一个城叫示剑，所以这也是在当时的北国好那活动的地区。那也因为这个撒玛利亚阻断了这个加利利和耶路撒冷犹太，所以他们有耶稣在侍奉的时候，那他们要到耶路撒冷守节或是去圣殿都会刻意的绕路，不会经过这个撒玛利亚这个村庄。好，那他们可能都会走这个约旦河，从约旦河边过去，那不见得会走他们走的地方，因为从北国被亚述灭掉之后，这个撒玛利亚跟南国犹大的关系一直都是不好的，所以甚至严重不好的到这个耶路撒冷圣殿，那说外面都有牌子，说撒玛利亚人和狗不能够进入这个就是外邦人，他们把撒玛利亚人当作外邦人，不能进入圣殿。所以这样的关系当中呢，福音到了使徒行传这样关系没有太大的改变，但是却因为教会受迫害这件事情，让这个起了一个转机。那23节提到司提反被石头打死之后，那受到的埋葬，并且为他大声的哀哭。那路加的写法也让人联想到耶稣他钉十字架之后，有这个约瑟义人也是虔诚人来为耶稣来埋葬，有妇女为耶稣来哀哭。那但是这个教会呢，扫罗呢，他却开始来残害教会啊。那显然扫罗也是成为一个
领头的工作，甚至呢挨家挨户，不论是男人或是女人只要是信奉耶稣基督信耶稣的都把他们关到牢里面去，就等待要审问。那这个牢到底多大？到底可以关多少人？不晓得。但是这个残害这个字，就是摧残教会，它的原文是野兽在吞吃，在啃食猎物，就是非常的粗暴。那从第4节开始呢，就是提到了腓利。那腓利他的出现是在第6章，就是这个7个执事当中的第2位。好，那腓利我们如果还记得他的希腊文，这个名字意思就是马的爱好者，爱好者。好，那马在当时是交通工具，所以他对这个交通工具非常的着迷。那或是他的父亲给他取这个名字。那腓利呢，他也因为迫害，本来是在耶路撒冷，他可能是管理饭食，只是他没有像司提反那么勇敢到处做见证。但不尽然，因为我们看第8章，腓利他因为这样，他不用管理饭食，他出去之后呢，他反而可以传福音，所以他到了撒玛利亚，就像撒玛利亚人来宣讲基督的事。好，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腓利几个动作，就是当他宣讲基督的事情呢，6节可以看到群众都聚精会神的听所以可见腓利在传道的时候呢，是不是口才很好，还是他长得很英俊，还是他的交通工具很特别？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群众聚精会神的听，是除了他怎么样宣讲基督，他们一边听一边观看腓利所行的神迹。所以腓利来到撒玛利亚，在耶路撒冷他有没有行神迹不晓得，但是他来到撒玛利亚，他为了要见证耶稣是基督，那他除了传道还是行神迹。什么神迹？第7节就是有被鬼附的，这些鬼也会大声呼叫而从人的身上出来，还有瘫痪的跛脚的，那本来不能行走的，那也都得到了医治。所以这里的神迹就是医病、赶鬼和医病。好，那因为腓利为了要见证耶稣是基督，他知道他只有用嘴巴讲，那撒玛利亚人是不能够顿时或是立时相信的，因为撒玛利亚人毕竟和犹太人的背景还不太同。撒玛利亚人虽然已经有半个或是多年来已经剩不到半个的这个以色列人的血统和背景，但是之前在耶路撒冷都是犹太人，他们自认是纯犹太人，所以才会回来耶路撒冷来过节。那但是现在撒玛利亚人却没有，所以他们必须腓利呢是加了一些其他的元素，帮助人来信耶稣。所以就是在当时就是用神迹奇事医病和赶鬼。好，那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就可以知道说前面彼得好像等一下我们看到腓利行的这些神迹，似乎好像比使徒比彼得在耶路撒冷行的还要多。好，那其实是对象不一样。那在撒玛利亚他们没有读那么多的圣经，他们没有办法像听彼得讲诗篇，讲约珥书，那讲这些预言，他们就能够完全的接受明白耶稣是基督，所以才加上了神迹。不论如何，那在这传福音，这里有提到传福音所以在这个传福音的过程当中，这个城呢就充满着喜乐。好，那约翰福音提到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在井边打水，耶稣说他就是生命的水，喝得永远不渴。好，那到这时候呢，这些人呢得到的水不仅是耶稣生命的水，还有圣灵，还有这个耶稣所带来平安。好，不过这里还有继续提到一些问题。那这个是现代如果去到撒玛利亚事件，对，这算是撒玛利亚的城镇所以左边是基利心山，右边是以巴路山，中间是事件。好，那在事件很有名就是雅各井雅各井的教堂。好，那还有叙加，这都是在圣经当中有提到的地点，依然被保留。好，那腓利在这边的传道呢，让这个撒玛利亚城有很大的喜乐。那在
在撒玛利亚有一个人叫西门，好，那这个西门，好，他向来在那城里行邪术啊，好，所以因为这句话，好，有的解经家，好，初代教会的这个教父在教导这段圣经呢，好，认为这个西门就是在这里长大的，好，甚至就是在撒玛利亚地区的基达城。那这个西门行邪术，好，但是他却在那边自以为大人物，就是自以为了不起。那所以他在这个撒玛利亚城呢是有影响力的。好，怎么影响呢？他因为他所用的邪术，好，那这邪术可能像是出埃及记啊这些埃及的术士，啊，他们就是用法术，好，用这些障眼法，好，让人觉得他有能力行邪神迹。所以呢，他常常让撒玛利亚的居民惊奇就听西门的话。所以第10节，在撒玛利亚城的各阶层的人都对西门的评语是：这个人有上帝的能力，是大能者。因为撒玛利亚他们没有读圣经，但是他们会祷告，会敬拜，但是他们对于上帝并没有完整的圣经可以明了。所以西门就在这种当中就出来，借着邪术，借着法术，让人觉得他就是上帝的使者，叫做大能者，大能者。那西门长久用邪术来迷惑撒玛利亚人，以至于撒玛利亚人都听从西门。可是当他们听到腓力来到这里所传的福音，还有腓力所行出来的神迹，哇，这下西门被比下去了。所以他们都信了腓力所传的神国的福音，也信了耶稣基督的名好，甚至男男女女都受洗。那西门自己也受洗，所以这本来应该是一件好事。不过呢，这也让我们路加也观察到这个现象，就是福音传到了撒玛利亚。好，那西门受洗之后呢，他常常就跟着这个腓力跟着他，因为可能西门他有这些的邪术法术也是这样子跟来的，跟着他的老师，跟着师傅这样学到。好，那他就在撒玛利亚就吃香，好，就成为叫做大能者，绰号叫做大能者。那这个腓力西门跟在腓力的身边呢，常常很惊讶，因为发现腓力所做的跟这个西门自己本身所行的邪术不一样。那14节提到了当耶路撒冷的使徒，所以可见使徒还是在耶路撒冷，并没有离开耶路撒冷。那他们还抓住了耶稣在升天前所说的不要离开，要在城里等候。那似乎他们也不敢随便的离开。那他们即便在耶路撒冷，扫罗到处在捉拿基督徒，那可能这些使徒就在耶路撒冷跟扫罗玩这个躲迷藏的游戏然后让扫罗找不到但是总之他们也听到风声，撒玛利亚也有人受洗，这是他们可能当初没有想过或是想到，所以使徒们就打发彼得和约翰到撒玛利亚去。那2个人去到撒玛利亚呢，就为他们祷告。15节这里提到要使他们领受圣灵。所以这里就有一个值得我们来思考，为什么腓力来传福音，那腓力为他们传福音受洗之后，为什么他们没有领受圣灵？16节有提到这个可能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圣灵还没有临到他们当中的任何人，他们只有奉主耶稣的名受洗。好，那很多人的这个灵恩派解释到这里，就会引用这里来说这个受洗就必须是要有按手，特别是强调说方言的。那在使徒行传有4次这个群众一起接受圣灵充满的，在第2章，在第8章，在第10章哥尼流，还有第19章施洗约翰的门徒在以弗所被圣灵充满。好，那这4次呢，那我们可以看到这4次好像都是有经过按手，经过祷告，有经过特意的形式接受圣灵的充满。不过我们还是要从他的背景去了解，就是
这里提到说，因为使徒里面当中，因为应该先说，在撒玛利亚只有腓利一个人，目前看起来是只有腓利一个人在这里单独的服侍。那他们没有所谓在耶路撒冷教会有同心合意的祷告，所以即便腓利为人来洗礼，腓利带领人来信主，但是他们还没有一个团契，还没有一个共同的祷告的生活，所以才透过使徒彼得和约翰来这里为他们按手在身上。那这里讲他们一按手在身彼得曾经自己在使徒行传2章38节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那所以受洗就是为了使罪得到赦免，罪得到赦免就是预备要领受所赐的圣灵。那前面这个部分呢，这个前面腓利都已经做了，又传福音叫人悔改，然后奉耶稣的名受洗，那罪得到赦免才能够领受圣灵。有没有悔改跟罪得到赦免？那这就是在这里的一个关键。那总之，但是路加很清楚知道他们只有受洗，但是还没有领受圣灵。那但是当使徒们来按手，彼得、约翰给他们按手，他们就领受圣灵。那这领受圣灵，我们可以在这里至少看到他们没有说方言。后面的几段经文有的会提到，但是在这里他们没有说方言。还有，但是他们一领受圣灵呢，这是一个他们应该是借着祷告。那可能跟使徒行传的第2章他们怎么样在五旬节那一天接受圣灵的充满，颂赞神，然后开始有一个心智上的更新，生命的更新。那这个按手的这个祷告呢，或是这样的一个觉知祷告很重要。好，那我们大概从路加的记载可以看到这几个部分。那但是表示说腓利其实他也曾经也被按手，在第6章他也是这样被按手，那他们一起在服侍，但是腓利显然这里是落单的，他需要有同工和同伴。好，最后一段18到25节，那这个回来这个西门这个大能者，这个从小在这个城里面长大，自以为了不起的大人物，他看到他本来跟在腓利旁边都很稀奇，现在看到从耶路撒冷来的彼得和约翰，这下更稀奇。那他发现好像原来腓利他能够医病赶鬼，就是需要经过这个彼得和约翰的按手。只要经过彼得、约翰这样一按手呢，就有充满这个行神迹奇事的能力。所以这个西门呢，发现这个做生意的机会来了，所以他就私底下对彼得说，请把这权柄也给我。那和本翻成权柄，现在中译本翻成能力给我。好，这个能力就是让我替谁按手，谁就可以领受圣灵了。好，所以这个西门他知道彼得他有一个权柄，这个权柄呢，就是他为谁祷告，谁就可以领受圣灵。好，那可见那这个彼得呢，他却对西门说，你跟你的银子一起灭亡吧，因为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好，所以彼得很清楚知道这是上帝的恩赐，是礼物，是不是用金钱所得到？怎么得到呢？是他们过着同心合意祷告的生活所得到的圣灵的能力。好，是他们借着在五旬节之前，是借他们不断的跟随耶稣3年多，下来，他们才得到这样的权柄，得到天国的钥匙，得到这样子的使徒的职分，还有这个能力啊。所以不是用钱就可以打发，用钱就可以解决。彼得也被他吓到，你居然妄想能够用钱买上帝的恩赐，你在我们的工作上没有份哦，就是你在这道上无份，就是你虽然受洗成为基督徒，甚至彼得也为这些受洗的人按手，可见也按手在这个西门的身上，按手在西门的身上。但是西门呢，他却想要他却心中心术不正，他只想要这个有这个能力可以继续的行邪术，得到他在这个撒玛利亚的名声和地位，但是彼得却看穿他，
不过呢，这次彼得看穿他，好，让我们联想到前面的亚拿尼亚和撒非拉。好，那时候呢，彼得只是说你为什么欺骗圣灵，欺哄圣灵？这亚拿尼亚和撒非拉，好，两个都马上就没命了。好，那但是彼得在这里呢，可见温和一些啊，他可能也知道这个欺哄圣灵、买卖圣灵，好，这个的严重性。可是他不想要这个彼得不想要这个西门呢，好，当下就挂掉。好，所以22节，所以你要悔改，离弃邪恶，祈求主赦免你心中这种意念。好，所以彼得看到有前面的例子，好，他希望这个受洗的基督徒呢，好，可以在赶快悔改。好，所以23节，我看出你正在啃着嫉妒的恶果。好，那和本说你正在苦胆之中啊。好，那现在中文本把它翻得比较白话。好，这个苦是什么苦呢？好，其实圣经也没有说一定是嫉妒。不过因为这个西门呢，他原来在撒玛利亚的地位呢、名声呢、上帝的大能者，通通被腓力抢去了。现在彼得和约翰来也被他们抢去了，所以他心里面还在眼红嫉妒。可能是，但西门彼得的回应呢，看起来也很好。好，请你们为我向主祈求，使你们所说这些事不至于发生在我身上。好，那彼得、约翰就在那里做见证，宣讲主的信息。好，那所以看起来西门彼得到底有没有悔改呢？因为路加就记载到这里，可是后面也没有继续再出现有关西门的事情。那撒玛利亚的教会呢，后来在教会史中也没有看到有任何进一步的事迹。好，反倒是到了主后的第3世纪，主后的200多年，初代的教父他们认为这个西门呢，他后来成为诺斯底主义的创始人。那因为这个是初代教父所遗留下来的，所以这个西门呢，可能他没有悔改，他反而呢把上帝的道给混乱，成为这个诺斯底。诺斯底呢，就是宣称耶稣只是一个灵，是一个幻影，并不是实体来到地上的一位人。然后呢，借着这个，但是他们依然相信耶稣，不相信耶稣是人。好，那以至于呢，这个诺斯底主义就迷惑了很多的人。然后呢，加上这个二元论，加上追求良善和反对这个败坏，让这个诺斯底呢影响了世世代代许多的教会。好，那这是在初代的时候所留下来的。好，所以这个西门呢就很有可能成为这个诺斯底主义的这个创始人。那今天那使徒回到耶路撒冷路上呢，继续在撒玛利亚的村镇来传福音啊。好，那今天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教会遭受到迫害，福音也分散到各处，非利用神机来向还没有读懂圣经或是明白圣经的人来宣讲福音。好，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就是说神机，当我们有读上帝的话，其实上帝的话就是最好的神机，上帝最好的能力，我们不用去追求神机。但是很多的布道会有神机奇事特会，有很多的异能发生，其实是要帮助那些没有读到圣经的人能够相信耶稣是基督。好，但是不是说一辈子就是用圣经看神机，就不用看圣经。那第三个，我们看到腓利奉主的名为人施洗，但是没有教会的生活，没有一个团契，那以至于使徒他也来到这里，用权柄叫人领受圣灵，能够同心合意。那最后就是撒玛利亚的西门嫉妒使徒的权柄，险些自己差一点跟金钱灭亡，好在彼得还给他留一个活口。但是如果按照教会的历史的推论，留这个活口呢，也成为这个教会历史上的以后的祸害。好，我们今天分享到这边，我们明天会继续看腓利的另外的事件，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透过今天短短的经文，让我们看到教会向外传福音的动力是来自于迫害，所以当我们遭遇迫害的时候，我们也不用觉得慌张或是觉得沮丧，反倒要欢喜和快乐，
因为上帝的国又要继续向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地方来彰显。我们也要奉主的名祝福每一位在外面传福音为主做见证的同工和肢体和弟兄姐妹也让他们所带着福音好消息，也能够有圣灵的能力，能够建立教会，建立同心合一的团契生活，能够建立起合神心意的基督徒的教会愿上帝也使用我们，让我们每一天都读着你的话，能够更明白你的旨意和作为。即便没有每天都发生神迹或奇事，但是你的话已经活在我们的心中，也成为我们的力量，也成为我们的信靠和帮助。我们线上祷告祈求感谢，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大家，大家平安。谢谢牧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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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平安。主圣灵，请你来，充满我的全人，我的心渴慕你，渴望更多有你，你住在我里面，与我紧紧相连，活着不再是我，乃是你在我里面活，让我成